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香港山遊。今日係輕鬆下山山遊，約10公里，由白公坳出發，終點係梅窩，走南大嶼山郊遊徑。呢條路線可以俯瞰長沙同埋貝澳一帶嘅景色。從白公坳巴士站，我哋沿住石級走到一個休息區，嗰度連通南大嶼山郊遊徑同埋上大東山嘅鳳凰徑第二段。南大嶼山郊遊徑嘅入口海拔約390米，可以俯瞰長沙對出嘅海景。呢條相對輕鬆嘅路線，大部分路段都有樹蔭遮蔽，一啲正正位於有利位置嘅開揚路段，可以欣賞到右側超過180度嘅海岸線美景，好靚啊！微風習習，真係心曠神怡，人都精神晒。睇嚟呢度係一個打卡嘅好地方。何不喺瀑布面前超下呢？呢啲大石頭正可以當凳坐。
南山環境非常唔錯嘅戶外休息區，喺呢度我哋會沿住鄉村古道落山，前往綠地塘。到咗綠地塘啦，由呢度去梅窩都係水泥路，急不及待想去海邊嘅熟食中心啊！嗰度係我哋行完山之後最愛嘅聊天地方，沿海風景優美，好好欣賞啦。今次嘅山遊花咗大概3個半鐘頭，行程有10公里，最高海拔達390米。希望你同我一樣享受呢一趟嘅山遊，祝你有愉快嘅一日。